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 Wong from KSK Vancouver。咁嚟緊1連3集咧，我會帶大家睇一睇可以喺 Richmond 以100萬買到啲乜，200萬至300萬買到啲乜，同埋300萬以上買到啲乜嘅。咁今一集咧，我哋就會嚟到位於 Richmond Riverdale 社區房屋，大概係1980年興建，3房2廁，室內面積大概2200尺嘅第一間屋嘅。咁大家跟我嚟啦。咁呢一間屋咧就位於列治文 Riverdale 社區啦。咁總共室內面積咧大概3200尺嘅，有3房2廁。咁呢一個小區有咩特別咧？就係佢係屬於一間校區房嚟嘅。佢係鄰近呢個 Blair Elementary 啦，咁就係 Richmond 數一數二嘅 Elementary School 啦，同埋 Burnett Secondary 嘅。咁個價錢咧就係叫價1798800嘅。咁呢一集咧就帶大家睇完位於 Richmond 比較好嘅社區咧，100至200萬中間嘅價位可以買到啲乜嘢嘢。咁大家繼續關注，嚟緊下一集第2集咧就會帶大家睇下 Richmond 200至300萬又可以買到啲咩咧？如果大家對呢段片有興趣，記得多啲支持下，記得 share、subscribe 同 like 啦。多謝晒，我係 KSK 團隊嘅 Ken Wong，拜拜。